特别一间水族馆的头家郑芬兰，伊做水族馆设计为30年呢。因为过后5月，对伊只小鱼缸开始，里面变做24年，一日头天同5月抢下，水底嘅景象伊用来看路看唔会飞。郑芬兰过后通做优雅嘅5月，要将水族草景做艺术创作。设计鱼缸嘅时节，如果去看然后中意物嘅幅度嘅布板用呢，也就无强用嘅条件来做。按诸多嘅夫妇同伊打出名声，要交嘅几多有强用兴趣嘅朋友。因为佢安尼抽起来，慢慢的吼，安尼几盆安尼抽落去食，佢也种的神仙，不过斯文，也种的都过喜欢。优雅，係個優雅，然後繼續做。就係講唔下你個毛走嘅。做水族草景設計為30年嘅時間，每日老5月強下，鄭芬蘭對大眾5月嘅解釋清清楚楚。人哋鄉呢，也鄉有一下是種嘅，哦，有大有細咧。但是咧，嘅最主要吼，嗰度人嘅冇去注意到，如講除了份太細，最重要嘅加性情凶。也係温和，無咁樣幾天都分開來用。但是也一袋嘅魚全部落一個順心嘅，不是個皮也種啥嘅，也皮一個袋嘅，哦，像也魚也登科全部落安尼。按倒來面口個也香嘅，也如中性嘅，也嘅水質冇按酸，哦，像講個你幾多年學嘅孔雀魚啦，冇如嘛嘅紅太陽啦，也幾多年會學吼，也種個啥個如較冇空色，也皮全部一樣。水都世界食材足足，每日看嚟5月潮來潮去，鄭芬蘭實係20年都看唔難。表水以前有一隻通作個要件吼，因為我哋講啊水表落去呢，嘅啥會比按狀況嚟，不過我哋呢要先表一啲石頭台嘅，表個蛋黃，吼。這位阿姐做水族苗子，鄭芬蘭本單做好花花草草，所以繼續開始喺水族館地度種水草，想唔到一越種就種出了興趣。我種了感覺到佢正，我本人係又會受到肯定。我們肯定有興趣嘅，感覺到做事真是要做到快樂，然後會做到久。一開始做啊，我把佢要做啊，按不到2、3點、3、4點，亂睇下苗。好像也種草呢，因為水草有的生起來會個高，有的個矮。你得先去了解也水草，佢生起來到底是會調可以嗰時候不用後背也係調線，要個注意。哦，伊唔見佢看，佢買了矮矮嘅，唔過到來咪伊係生個個高，按有時種個調線也都唔錯。睇下嘛，乜計到難，一開始咪係幾命幾好。後面叫佢度，因為一開始可以做嘛，佢就個簡單，哦，你都種。一開始可以啊，他把沒有，一落雨天你洗槍槍嘛有，佢全部了解嘛唔夠本人啲啊，弄安尼只個慢慢的，從失敗做好多有得經驗，前進、中進、後進，哦，我要後進，你們都哎呀踢破我也可以，你要中國島水出去，也向你人哋都冇種安島，哦，那唔好講。每一塊來歸創每一個主題。老水族草根專做藝術創作，老興趣專做事業。啲啲細世界與風世界，鄭芬蘭總係凄美到快樂。有等於嗰種白人講，但是冇所在後邊。啊，我哋要你第一單嘅活動嘅話用嘅嚇，唔怪得話我要怪得唔講，要如果講要我佢希望，像嘢講我如果希望用啊，睇下佢拄好。我最重要啊，佢也可以彈音樂，有 MP3。哦，我可以表我自家喜歡的音樂。好樂快樂，讓你分享，就是認真食材。下晝大家一下隔日界，落CQ來做半一下。阿用嘅搭線服務，鄭芬蘭嘅水族事業，
造业的的发展会丰富，甚至系种屠夫。哎，你好，李小姐。你好，哎，我是上个水族。是。嗯。听说你们要做水族箱，哎，对。我想来看一下。好，因为我们这边是有一个水池在，哈。嘿嘿。在这个位置。哦，那边有个水池。OK， 好。对。想再就是说还有什么地方放上去的话，会有更多的客人来啦。哦，当然更好。也很好看，可是也不会觉得说，哎，好像有一个东西挡在这个那这我了解上面。去年伊下个立窗来考虑，连洗手菜没唔用高。这个高度大概做到130公分，因为130公分我们在看，尤其我们做生意会希望说求一些比较吉利的哦。他们讲鲁班尺，133这个133它进宝，对做生意来讲他们会觉得蛮喜欢。总共有的人的每对人的目的不同样哈。也有人讲啊，给先生风水先生讲，我要向风水要欠水哈，又想要加一些水，如果像这样讲呢，都水咩哈，人讲家也可以聚财挡煞。既然安尼，如果讲朝野方面来看看家需求，人家唔会好向唔好向，家生命力要强，唔会向个神，心情一看都会好。却安用荣幸。郑粉兰走出了面上，每个都动都好朋友。20几年，最早前100名的客人，认识了快30年了。一张水族馆，一则故事，上市未反映出人类生活。我看鱼的世界，看人的世界同样。譬如讲，人家像一下子讲的讲的讲的鱼的体型，你就那标那一张鱼的体型，它全部会上大。没有在给吃雕刻有黄色、蓝色风的，这鱼都归避胎了，遇到困难一点，遇到有受到危险，因为角色应该全部标到最后地方，在松爱在安全地带是标准。公布水上日暮时分，豆菜豆子界水中世界，不宜无限想象。食材冻酱嘅鱼，不宜尝试唔记得，外界嘅摸下老吵闹，做乜嘅都會講住。正粉爛嘅水出之後，不宜日做日後生，嚟日快樂。